这怎么办啊？这是好事啊！记得书上记载，有些地方的人放风筝，专要剪断风筝线的。这样呢，风筝就会带着霉运飘远了。晴柔，这说明你要开始走运了。呵呵，遇见你也没好运。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现在风筝断了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等一下李章过来，自然就有好玩的了。就你会卖关子。表哥，哟，时刻都忘不了你的表妹啊！表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的。杜姑娘刚刚到府上找你，见你不在，便询问我您的去向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只好告知了您的行踪，请王爷恕罪。罢了，来都来了，让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去前方琅琊台休整一下。是。哎，你小心点行吗？知道这琴有多名贵吗？有多名贵？是李雨琴还是焦伟啊？这么说，晴柔姑娘对古琴有如此的见识。那不妨让我等见识一二。谁规定见过猪跑就要吃猪肉啊？不行就闪一边去。去。余音袅袅，绕梁3日。几日不见，表妹的琴艺又精进了不少啊。大哥啊，你听得出好坏吗？我是粗人一个，怎么会懂得琴瑟音律啊？表哥，你上次说要教我那首古曲，趁今日雅兴，教与我可否？今日高兴，就教于你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听好听，表哥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弹奏吗？不如今日我们就试一下，合作一曲如何？
你以为你们是朗朗周杰伦啊？嘘。别以为皇上赐婚了，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们的感情是你比不了的。表哥现在，估摸也就图个新鲜。啊，就跟这根香蕉一样，不新鲜了，也就只配扔掉。哼，也对，也不知道是谁为了图个所谓的新鲜，就把那么多年的青梅竹马给扔掉了。你这青梅竹马到底多无趣啊！啊！我撕了你这张嘴，让你逞强！嫣然，嫣然，嫣然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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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嫣然。表哥，嫣然，为何会失足落水啊？是他推我下去的。我推你，就是你！你见我与表哥有说有笑，便心生不忿，就想置我于死地。我懒得跟你们解释。想不到你这女人竟然如此歹毒，就想置我于死地！年轻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好了，宁浩在，起身回府。是，走吧。表哥，刚刚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就知道你对我好，不会让我出事的。哼，那个尹晴柔实在太可恶了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停下，嫣然，你等一下。哦，哎，表哥，表哥。表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回来！宁浩，王爷，您这是？本王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由你护送嫣然小姐回去。这还不快去！是。离杜甫还有一段路程，嫣然姑娘还是将衣服披上吧，以免着凉。哎呀，拿开！本小姐怎么能穿这等粗劣的衣物？都是那个师妹说的小贱人，不知给表哥灌了什么迷魂汤。等我逮到机会，非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。小姐身为相国之女，言语却如此粗俗，实在是有伤大雅。你一个粗人也敢教训本小姐？尹某虽是练武之人，却也随家父学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。你爹也是个粗俗之人，给我爹连提鞋都不配。你竟敢侮辱家父！哼，你一个看家狗也敢放肆！你什么你啊？外厅给我滚！哼！你给我回来！等我走！是。哎，等我回来！回来！尹浩，尹浩，你给我站住！回来！
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为什么不送你那个表妹？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可笑，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，无所谓。我若是不信你，为何要与你同行呢？你肯定是憋着什么坏欺负我呢，好为你的表妹报仇。是因为我相信你。我看到你上次救我的样子，神情那么紧张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你心里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之前说什么只喜欢我一个人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你笑什么？本王以为啊，好端端的就能从琅琊台上跌落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之所以冲出去，是因为我以为跌落的人是你，明不明白？啊！你总是追问我，为何不放我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的确是有报酬。我都知道你的暗号是。只是这个仇呢，不是因为你砸伤我，或者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不利，而是因为你夺走了本王的主。等等我！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不会真喜欢上那个冰块脸颊面瘫了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种想法太恐怖了。我的目的呢，只是为了尽宗祠，对，尽宗祠，尽宗祠。尹晴柔，尹晴柔，你喜欢的应该是独孤园那种暖男才对，他才是标准的好男人形象。你要记清楚了，你喜欢的是独孤园，喜欢的是独孤园。难道是他吗？独孤，是你吗？晴柔，我这么晚来找你，可不是喝茶吃点心的。没事儿，你干你的，我忙我的，看见你我就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。我想这世界上还没有你独孤园去不了的地方吧？不，有一个地方，怕是我无法触及。哪里啊？你心里。
走，走了仙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为了你，独孤愿以身试法。哎呦，我暂时不能走。难道你真的就那么想做这个王妃吗？尹清柔啊，尹清柔，要是宗祠里的东西不能帮你穿越回去，你一定会后悔你现在的决定的。参见王爷。广公公，你素来与秦柔亲近，也最了解她。今日本王有一事不解，可否请教于你啊？王爷您客气了，我呀就是秦柔肚子里的蛔虫，她一撅屁股我就知道她了。笑得唐突了。王爷有什么想问的？你可知求婚为何物啊？这是秦柔跟你说的？是啊。这求婚啊，简单，我教给王爷便是。愿闻其详。求婚在我们老家呀是一种仪式，只有女方答应了男方的求婚，二者才可以结为夫妻。哦。王爷消消气，王爷坐下来说，坐下来。这个单膝跪地呀，它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个死阿果，约我出来自己却不见人。啊？
大哥的份上，就答应你了。不可造次！这有什么的？这下满意了吧？这么大一颗叶如珠，拿回去够你花一辈子的。不过阿广，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。哎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可别把我们的正事给忘了。放心吧，忘不了。好值钱的。你看那好好布置一下。那个地方不太整齐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那边啊，还有那儿，还有那儿，你这儿看看。啊，往上来点。独孤，你有心事啊？义兄何出此言呢？近日看你总是郁郁寡欢，就连王爷成亲这么大的喜事，你好像都不是很高兴。怎么会？王爷大婚，在下当然高兴。可能只是最近身体不适，休养2日便好。多谢尹兄关心，那你可要多保重啊！这些年，王爷身边最信任的就是你我2人，兄弟大婚，自然应该给他办得热热闹闹的，这是自然。不过，我还要谢谢咱家王爷，平白无故的让我多了一个妹妹。晴柔率真可爱，和咱们家的王爷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不过，要是有人动他们的歪心，我第一个不饶他们。如果晴柔姑娘听到尹兄这番话，一定会感激涕零啊！哦，对了，王爷还有别的事情要在下去做，在下先告辞了。这真的是我吗？哎，可别被我的手艺给吓到了啊！哇，小姐，你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！阿广，你的手艺可真越来越好了。那是我的手艺，那可是真人版的 Photoshop。再给你个秘密武器，这什么啊？荧光粉，晚上啊涂在身上，增加洞房情趣。你说什么啊？晴柔，晴柔。哎呀，我女儿真是漂亮极了！哎呀，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。要记住啊，这儿可就是你的娘家。常常回家看看爹娘。女儿记住了。吉时已到。起轿。不好了，尹姑娘被蒙面人劫走了。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有没有发现一顶红轿子？启禀将军，刚才有一顶花轿经过。哎，王爷来了！玉，可有秦柔下落？王爷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才让秦柔身陷险境，也好有罪。此事暂且不提，你先起来。现在找人要紧，追问到什么了？我跟随他们的踪迹来到此处，刚问的守卫说，的确有顶花轿出了城外，我正要带人出城寻找。慢着！哎呀，秦柔，秦柔，这本来是我给秦柔的闪粉，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哎，别管这么多了，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，就一定能找到秦柔。来喝，来，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！闭嘴！来，喝喝喝！瞅你那小气样，给一口能死啊？再不闭嘴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出来！是。老大，你确定没有绑错人？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骑王妃吗？那就没错了。我们看着他从将军府上了花轿，还有王府的人跟着。怎么是他？算了，反正也要不了他的性命，要怪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，居然成了王妃。老大，你认识他？认识个屁！把人给我盯紧了，人要是跑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。哎，吓唬吓唬得了。是。吃吧。来，喝酒。不解开我，我怎么吃啊？去，吃菜啊！来，好嘞。好大的飞碟！再胡说八道，一惊一乍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刚才看错了 ，sorry。哎，行了，算了，来，接着喝，来。你给我老实点。哎呦，背有点痒。挠挠。来，吃咱们的。好嘞。来，喝酒啊。好，来干了，喝。
王子灵齐王，尔等挟持王妃，罪当问斩。若此时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；否则，死路一条。兄弟们，不要被他吓到！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？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，怕什么？管他什么狗屁王爷，先绑了再说。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以后别追了，小心有诈！叶琪，怎么样啊？大夫，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请放心吧，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，休息一下便无大碍。小人告退。谢谢。啊，慢走。谢言琪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青柔，夜深了，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走。叶兄弟，可查到绑匪线索？还是不好说，歹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。不过我会一直追查下去，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。好端端的喜事，变成了丧事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和尹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。李章兄弟，你在王府，如果王爷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。公主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你干的好事。公主叫我绑架尹晴柔，以破坏皇上的赐婚。现在婚没赐成，谢延琪也生死未卜，这正是一箭双雕啊！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？那纯属意外。不过依老夫看来，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琪的性命，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。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，也更加十拿九稳了。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。别以为你是个相国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。老朽不敢。这次我就饶你不死。如果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谢公主。对了，谢延琪的人现在四处寻找绑匪的线索，你让你的人机灵点。此刻你和谢延辰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明白吗？公主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干净。这个月的解药，谢公主。我早晚让你知道，谁是谁手里的棋子。
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马上就要脱离虎口了，谁知道你却突然闯进来大喊大叫的，都被你搞砸了。哎，你身体还没好，赶紧躺下。皇上驾到！父皇母后，父皇，启儿免礼。谢父皇母后关心。启儿，不碍事，只是皮外伤，无大碍的。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臣等罪该万死。父皇息怒，您不必责怪他们。若不是因为有某人在你身边，你也不会遭如此大难。皇上，这大喜的日子发生如此不祥之事，实在是晦气。难道我儿与这晴柔命不合？我看还是找人查一查他们的生辰八字，再行婚配之事吧。母后，初闻启儿受伤，朕与你母后都十分痛心。也许是你大哥丧期未过，天降大难，婚配之事放在此时实在不合时宜，还是暂且搁置吧。反正我也不想嫁。京城之内竟有人公然抢亲，还刺伤了王爷。引号李章，臣在。朕命你们彻查此事，一旦查清，严惩不贷。臣等遵旨。站住！爹，给我回房去！爹，表哥他受了重伤，我要去看他。你给我回房去！爹，小姐，老爷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你这是为何呀？谁让你不让我出去？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。这爹的话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你趁早断了和谢延琪的念想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禀明皇后，把你许配给二王爷了。爹，你怎么如此待我？哼，我不嫁。爹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大王爷已异，二王爷才是太子的当之人选。你嫁给他，那以后就是太子妃，再往后你就是皇后，我杜家也可以光宗耀祖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谢延辰，我就要嫁给三表哥，我只做延琪哥哥的王妃。你混账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言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你也得听。我就不！你要是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，饿死算了。不吃也罢，你就是饿死，也不许你出府半步。本王口渴了。哦。
即可成婚。谁稀罕呢？哎，这些日子为何不见独孤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王爷，青柔，你先回房吧。切，走就走，哼，谁管你？走了。咱们回屋谈。嗯。说吧，查到什么？王爷，绑匪果然是二王爷的人。谢延辰，害死大哥，如今又要向我下毒手。也好，斗胆问王爷一句。但说无妨。王爷对皇位是怎样看的？本王早就说过，我对这皇位毫无念想。可别人不这么想。王爷应当选那玄武门的太宗皇帝，先下手为强。大胆！王爷，本王就是害怕兄弟相残，才自小与人疏远，怕别人认为我觊觎这皇位。可如今，你又让我对自己的亲哥哥下手。可谢延辰又何曾顾及过兄弟情谊？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。长幼有序，大哥已死，现在他就是皇位的第一人选。只希望他能够就此收手，此事就不要再谈了。可分明他就没有打算收手啊！只是本王觉得，二哥这次想对付的不是我。你是说晴柔？怎么可能？本王也不是很确定，再去查。还有，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。是。这段时间，你务必要保护好晴柔。本王有伤在身，怕是力不从心。王爷放心，晴柔怎么说也是我的义妹。好。哎，你们快点啊！哎，放那边啊，别磕着了。哟，还弄得蛮不错的嘛。哟，这不是落跑王妃吗？去你的！说什么呢？来坐。哎呀，哎，没想到啊，这老板娘还真靠谱啊！这一掩耳盗铃之事，就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位置。这么好的位置，简直是……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这回可赚大发喽！好眼光，真不错。哎，那个，我把道具车上的东西啊，全都搬过来了。你看，我敢保证啊，他们古人肯定连见都没见过。哎，我呢，只需要把这些现代化的产物挨个做个重新量产，也让他们古代人体验一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。那时候啊，我周大头可就是古代的爱迪生了。东西啊，一定大卖。好，你厉害，火鲁班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这说话这么没力气的，不像你的性格啊。嘿，其实啊，我今天来是找你有正事儿的。我想让你坐个轮椅。怎么？你家那口子瘸了？说什么呢你？胡说八道。哎，还不是他替我挨了一剑，现在倒讹上我了。非让我成为他的全职贴身丫鬟。你说他这身体还没好，腿脚又不便的，还到处去走，我就想着给他做个轮椅，他去哪儿一推不就得了，省得我天天还得老扶着他。哎呦，都知道疼老公了。你这不还没过门呢吗？哼，周大同，你现在到了古代，嘴皮子功夫倒是见长啊。我呢，都是跟你们学的啦。好吧，我研究一下，那个玩意儿应该不难做。好的，那你抓紧时间做啊。好嘞。你怎么把这高科技的玩意儿也给弄过来了？这古人看见了，你连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而且这又没有电，你怎么用啊？我呢，就是忽悠人用的。我把手摇发动机和那个 DVD 全都带过来了，以防不时之需嘛。你说，万一再整个什么大王爷事件，那时候我的这些玩意儿啊，就成了救命神器了。我呢，就可以当个救命法师了。
得，来，喝点水。大头啊，我先回去了，轮椅你快点坐啊。得嘞。哎，青柔，你吃完晚饭再走吧。啊，不了，改天吧，再见。这方二的性子啥时候能改改哟？这么说的话，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。你放心，我独孤有债必还。那你打算怎么还呀？殷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你找我？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？
我要去看看，有错吗？哼，连你也说是我的错，我究竟做错什么了？哎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家。我说送你去灵齐王府。走吧。都是你这扫把星，害表哥受伤，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今儿个累，没心思跟你吵。没话说了吧？表哥就是你害的。嫣然姑娘，嫣然姑娘此言差矣。晴柔也是受害者，王爷受伤是因为王爷重情义，与晴柔无关，还请姑娘嘴下留情啊。哎，你难道说王爷的伤跟晴柔无关？叶兄，你错解我的意思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梅，你先回去，我与独孤有话要说。哎，你别走！你别烦我！哎，你等等我！叶兄，有何话要说？独孤兄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独孤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表哥，别问你。王爷，我在大街上遇到晴柔姑娘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即使她再聪明，再沉着，她也是个弱女子。看她无精打采的，我便叫她在茶楼坐了一会儿，开导她。没想到被某人误会了。王爷，若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先退下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这么说，你误会才怪呢。哎呦！看来恢复的不错嘛，都能起来了。你多活动活动也好，省得变成大胖子。别没有皇帝的命，反而得了皇帝的病。哎，王爷一早醒过来就找你来着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王爷，他前些日子被禁足了，这不担心你的伤势，偷跑出来了。刚才我们来的路上，还一直被人跟踪。我看杜甫急于带他回去，还有重要的事，不如先看看杜甫的态度再说。表哥，父亲这回很生气，我回去肯定惨了。你就让我在你这儿躲几天吧，我保证不生气，不发脾气。表哥，父亲让我嫁给二表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喜欢他，哎呦，表哥，反正你这次要是不收留我的话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哎，别！您这打算往哪儿撞啊？这院子里的东西虽然说不上是价值连城吧，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再说了，你这万一砸坏了花花草草怎么办？万一碰伤了丫鬟怎么办？表哥，这王府还是要赔医药费的。这就算不用请郎中，那手脚不利索了，干起活来也不麻利了，吃亏的到头来还是我们家王爷呀。还有啊，人家丫鬟虽然是下人，可也是娘生的爹养的呀，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同胞友爱的精神呢？哎，表哥，表哥，行了，表哥，依我看，嫣然就暂且住下，回头我必会禀告舅母大人。谢谢表哥。舅舅，
殷浩这是要把整个京城都翻过来了。按这么查下去，早晚会被老三查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。不必惊慌，他查出孟姜，我们也有脱身之法。他一个占山为王的山贼，他的话谁信呢？可是什么？为了他们方便办事，我把王府的腰牌给了孟姜。你糊涂啊！舅舅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明天我先踏人一步，去找皇后娘娘，跟她说道说道。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被动了。你说，她是相信你这个儿子呢，还是相信其他人？王爷您回来了，双儿给您。双儿该死，不知道王爷有客人在。我不是让你在后院待着吗？他们说王爷回府了，所以想来看看。这是，这是，双儿，快过来，拜见舅父大人。双儿拜见舅父大人。双儿，她是我家奶娘的远房侄女，最近送过来托我照看。双儿，我和舅父有事要谈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嫣然她啊，舅父放心，婵儿心里明白，我们还是想想如何处置孟姜那个山贼吧。参见娘娘。哥哥免礼。今日进宫，不知哥哥有何要事？都是我的疏忽，让一些阴险小人有了可乘之机。婵儿这2日在府中，既担心弟弟的安危，又为谣言所困，倒是轻受了不少啊。婵儿受伤的不是琪儿吗？为何婵儿消受轻减呢？自从那日晴柔受了伤，三王爷也受了伤，皇上下令彻查此事，不知怎么就传出说此事与二殿下有关，还说是二殿下派人所做。一派胡言！他们俩是亲兄弟，弟弟大婚，当哥哥的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为何要绑走弟媳呢？娘娘，此事没那么简单。有谣言说，这是有人想离间他兄弟2人，也有人说这是土匪大劫，还有人说呀，这是三王爷有意在抹黑二王爷。但不管是何种情况，对2位殿下都是大大的不利呀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娘娘，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哥哥是自家人，有话直说便是。臣以为这一切都是楚军为利所致。楚军一日不定，朝臣心中就一日不稳呐。前几日，皇上身体不太康健，有些人他就不免多想。哥哥这话有道理，可是皇上禁止后宫干涉朝政，近日来身子又不太好，就更加忌讳别人提起立楚军的事情。皇上虽然洪福齐天，长命100岁，但这立楚安稳朝政之事也是当务之急呀，免得有些人赌博下注，惹是生非，不管哪个殿下有所不测，伤心痛苦的还是娘娘您呢。还是哥哥心疼我，我试着找机会探探皇上的意思吧。娘娘圣明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
真是好人难做，敢吃本姑娘的豆腐！哼！我不爱吃豆腐。爱吃豆腐的男的怎么会说自己爱吃豆腐呢？哼！本王真的不爱吃豆腐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。你为什么不爱吃豆腐呢？豆腐可是个好东西呢，它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质。1两大豆所含的蛋白质呢，相当于1两瘦肉、3个鸡蛋、4两米饭。它还含有钾、钙、镁等5种抗癌元素呢。经常吃豆腐呢，还可以预防和治疗直肠癌、结肠癌，还有乳腺癌。多吃豆腐呢，还可以生津润燥、清热解毒，有益中和气，还可以有利于呼吸道和消化系统的疾病呢。看着我干嘛？本王决定，明日开始吃豆腐。切，我说了这么多有技术含量的话，可不是让你去耍流氓的哟。哼，那本王还是不吃了。你怎么能不吃呢？那么有营养的东西不能不吃的。你，本姑娘从来不记仇，有仇当场就报了。怎么样？周大同，哦不，现在应该叫周神通啊！啊，你现在真的好厉害啊！以前有千颂伊病床凹造型，现如今有谢延琪轮椅型男秀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们穿越过来那天，你当时是不是跟孔双双、孟姜待在一起啊？不确定。我那天呢，也是正好路过那辆道具车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就到这儿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他们也穿越过来了？怎么，你遇见他们了？我不太确定，我就是那天好像看见孟姜了。在哪儿啊？就是绑我的那伙人嘛。然后我看到一个人戴着跟孟姜一样的手串，一样的戒指，哦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样的。你没认错吧？那你告诉王爷了吗？那怎么可能？我哪是出卖朋友的人啊！嘿，他这个人精，走到哪儿都能好吃好喝的。哎，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我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你和灵齐王爷啊？我可听人说了，皇后想暂时搁置你们俩结婚的事儿，所以我问问嘛。还能怎么办呀？别人说嫁就嫁呗，说不嫁就拉倒呗。皇命难违啊，枪赶着不是买卖。嘿，说什么呢？什么买不买卖的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这是你的婚姻大事，我看呐，一时半会儿咱们也回不去了。你以后啊，还是好好想想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才对。跟着我干嘛？双双，唉，没想到才分开几天，你竟然吃了这么多苦。不管到哪儿，都难不倒我孔双双。哎，对了，双双，我之前看到尹晴柔了。尹晴柔？她怎么在这儿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们俩都穿越过来了，何况是他呢？况且人家现在可厉害了，差点成了灵犀王妃。他连跟我提鞋都不配。哼，说这个都没用。你看我现在不照样成了山大王啊？依我看呢，还是早点想点办法，穿越回去才是真的。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啊？我还想回去做我的超一线大明星呢。你都不知道上次我那电影有多火。
哎，对了，我上次去那个好莱坞溜达，那个 X 漫的那个导演说我特别适合第5集里那个倾国倾城的变种人呢。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处？你得回去再说呀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住哪儿啊？要不你跟我回山寨，做我的压寨夫人得了。别闹，人家现在可是凌晨王的人。我也是无意间听到他们提起你，才知道你也在这儿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自己小心点儿，他们想要办了你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我才不怕他们呢，我山寨兄弟多得很。不过，我倒是觉得你成天跟着凌晨王有什么好？难道他长得比我帅？德性。不过，我跟你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我现在在王府还有些事情，而且我现在一走了之的话，惹怒那个王爷对咱俩也没什么好处啊，你说是吧？要不这样吧，你等我把事情都办完了，我自然会去找你。行吧，那我等你。这是骨头汤啊，对于你们这些骨伤的人来说，喝这个最好了。哦，想不到你竟然什么都懂啊！那是当然啦，虽然你说的都是真话，但我们还是要低调的啦。来来来，吃，尝尝这个。王爷，独孤啊，独孤，又这么巧，我这灵齐王府的门槛要是再低点儿，估计就被你独孤踏平了吧？王爷，孔子曰：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嘛。对啊，孟子也曰。孟子曰什么？孔子曰的对啊。来来来，快吃饭。王爷，今后打算怎么办？为什么你们都劝我和二哥为敌呢？他是我的亲兄弟，又年长于我，如今大哥不在了，他自然为长。有些想法也在所难免，本王尚可理解。难道王爷就真不想坐那个位子吗？你把他当兄弟，可他把你当兄弟吗？大王爷尸骨未寒，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情，难道王爷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在意的不是晴柔姑娘，而是你。本王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好我未来的王妃。可事实是，在王爷大婚的当天，你的未婚妻被绑架了，而王爷你也受了重伤。哎呀哎呀！干什么？真是的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妈妈没有教过你们吗？本姑娘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你们要再这样，以后就不做给你们吃了。好啦，快来吃东西啊！快点。今日天气不错。是啊，皇上近日气色也不错。啊，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好，见过皇后了。是，皇后娘娘宣民女进宫，就是询问一下三王爷的康复情况。看来你与琪儿的婚事还要再往后拖一拖。哎，皇上。皇上。不碍事，老了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皇上，恕民女冒昧，您这胸闷气短，神乏疲惫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？哦，你对医术还有所了解？是不是偶尔还会忘事？久坐后还会有身体麻痹，连体重也有所增加呀？我看你呀，可以直接进太医院。刘太医说朕胸闷心悸，也给朕开了一些疏胆利气的汤药，可朕啊不爱喝呀。皇上，依民女之见呢，这刘太医啊说的也不错，只不过呢，这病不一定要靠药来治。不过皇上，你以后一定要少吃盐，什么酱菜啊、咸肉啊这些的上不了台面的，您就甭理它了。
贝类海鲜啊也要少吃，你一定要多吃瘦肉、豆腐、鱼汤之类的。偶尔呢也要来御花园散散步，相信很快就会不药而愈的。而与这晴柔的八字，就不是什么上上之选。这大喜的日子又见了红，我听相国夫人说，这都是不祥之兆。又是相国夫人说，你是皇后，就应该有母仪天下的气度。这些，都是内宅妇人之见，你也跟着起哄，以后，不要跟他们说闲话了。皇上，这怎么是闲话呢？这关系到琪儿以后的幸福，我这个当娘的，能不希望她好吗？现如今，楚危未定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这个来做文章。有人说，晴柔这次被绑架是冲着琪儿去的，以绑架晴柔为名，实际上是想去伤害琪儿。甚至还有谣言说，这一切都是陈儿所为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挑拨兄弟俩的感情吗？你关心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好事，但江山社稷的事情，你就不用过问了。皇上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？这陈儿、琪儿都是我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只怕是旁人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这历朝历代因楚危未定，导致皇子反目的事还少吗？说句大不敬的话，日后无论兄弟俩谁继承了你的位置，我还不是一样，是稳稳当当的太后吗？我干嘛要给自己添麻烦？臣妾只是不忍心看着社稷动荡，骨肉相残呢，皇上。皇后的话也不无道理啊，朕一定会好好考量考量。哦，过几日就是牡丹花会，朕让他们二人替朕出席，届时朕要好好的考量一番。舅舅，母后出洞复活了吗？也不尽然，但总算有了进展。这次牡丹花会过几天就要开始了，这万花会看似平常，但其实是你和谢延琪对未来社稷的一次交锋。皇上一定会派人前往观看，我们可要把握住机会啊！我已准备了多首以牡丹为题的七言七律，画作也在秦家练习，所以定不负舅舅所望，请舅舅放心。不，这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要坐实你的储君之事。现在该麻烦悬空的老和尚了，我们给了他上千银两的香火钱，现在他也该为我们办事了。还是舅舅老练，那侄儿就静候佳音了。不知道嫣然怎么样了？别提他。
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明明关心未来老公还不承认，切！我哪有？我就是觉得我这未过门的要守寡了，多不好。嘿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王爷，你来了就好，你陪他在这瞎聊吧，我可要回去睡我的美容觉了。拜拜。哎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没义气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屋里太憋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对了，这真是个好东西，改日叫你那位朋友来见我，本王必重重赏他。你不用赏他啦，赏我就得了，我替他领了。这又是什么？他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感觉他变了，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了隔阂。这人呢都会变的，而且呢，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：人生呢就是意外和变化。很有道理啊。可是亚里士多德是何人呢？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教书先生啦。可这话说的颇有几分哲理啊。想不到，一个教书先生，竟然有如此的见地。可是，有些情感是永远不会变的。突然说这个干嘛？